Agüero, abstención. Rospigliosi. Bueno, se están dando cuenta de algunos votos de último minuto. A favor, 75 congresistas, 24 en contra y 3 abstenciones. 2 de la tarde con 25 minutos. Es un hecho. José Gerí ha dejado de ser presidente de este país. Las mociones de censura al presidente del Congreso de la República, encargado de la presidencia de la República, señor José Enrique Gerí Oré, han sido aprobadas. Hello， 大家好。其實我都好耐冇同大家分享下喺秘魯發生嘅新聞。咁但係今日咧，2026年嘅2月17號，而家就係夜晚8點鐘，8點4。咁喺3-4個鐘頭之前發生一件事咧，咁我就好想大家知道嘅。咁4個鐘頭之前咧，咁就秘魯嘅暫代總統就叫做José Gerí，咁佢咧就係秘魯嘅暫代總統，咁就俾秘魯嘅國會就以75票咧就彈劾咗。咁首先講下呢一個José Gerí佢基本資料先啦。咁佢就喺1986年出世，咁39歲。咁佢嘅職業係一個律師嚟嘅。咁佢咧讀過2間秘魯嘅學校啦，讀過2間秘魯嘅大學嘅。咁佢就係由2021年咧已經係做緊國議員嘅啦。咁佢咧就其實咧由2026年嘅2月17號，唔好意思，係由2025年嘅10月份咧就代替咗當陣時嘅秘魯一個女嘅總統，就叫做保魯亞迪。咁咧José Gerí咧，咁就由2025年嘅10月份咧，去到2026年嘅2月17號，亦都係今日咧，就完成咗佢總統嘅任期。而佢嘅任期咧都係130日度啫。好啦，咁就我想同大家分享下咧，究竟點解佢會俾國議會彈劾咗佢咧？其實有2個最主要嘅原因嘅。第一個原因就係第一個原因咧就係因為咧佢1個月之前咧，咁就喺利馬係秘魯嘅首都，咁咧就影到呢個José Gerí嘅總統咧。嗰陣時大概夜晚10點鐘咧，喺一間中餐館嗰度咧，就影到咧同一個中國嘅商人咧，就有一個嘅秘密會議。咁就俾 camera 影到，咁但係影唔到佢個樣嘅。但係咧佢就全身上下戴晒帽啊，戴晒眼鏡咯，就係唔想俾人影到。咁呢樣嘢咧，亦都係令到人哋更加係懷疑，究竟會唔會有呢一個嘅？等一陣啊！就會牽涉到呢個權力交易啊，或者係濫用影響力嘅。咁第二個原因咧，就係點解José Gerí俾國會彈劾咗咧？就係喺佢任內做總統嗰陣時咧，被揭發咧，其實原來有幾個佢嘅女仔朋友就喺國議會入邊做嘢。咁原來嗰幾個女仔就係完全唔符合資歷嘅，但係都係依然不斷喺入邊工作緊啦。咁所以就呢幾個女仔醜聞爆咗出嚟之後，咁都全部都辭晒職㗎啦。而家咧，咁啲人會話，咁而家秘魯咪冇總統？係冇錯。由今日我而家同大家分享呢個新聞嗰陣時，8點半去到聽日嘅下晝6點鐘，秘魯都係冇總統啦，冇副總統啦，同埋冇部長嘅。秘魯嘅政府入邊有18個部長，咁呢18個部長而家都係停止運作。
咁所以咧聽日嘅6點鐘咧，咁其實國議會咧就會已經有4個候選人選出嚟。咁呢4個候選人咧，其中一個咧就會做呢個國議會嘅總統，而佢都會同時擔當秘魯共和國嘅總統。而家大致上嘅新聞就係得咁多。咁如果再有啲咩新嘅發展，我會再同大家分享下。OK，拜拜。